那到底是不是苹果的幼苗？现在秋天，天气冷，天气凉啊，这到底是不是苹果的幼苗？如果百香果没有这么大力啊，百香果的那个种子的外壳没有这么大。壳啊，看这个壳比百香果大多了。你看这个外壳，外壳比百香果的大很多了。苹果的幼苗呢？现在天气凉了，才会发芽，不然平常放在冰箱，要有放卫生纸，加一些水，放在冰箱，竟然会发芽呢？那需要凉呢，需要凉快的环境才会发芽。现在秋天凉快了，还发芽了。这是苹果的幼苗吧？